来呢，我相信新闻朋友们对他们两位再熟悉不过了。一位是著名的尹派小生赵志刚，一位是著名的袁派花旦方亚芬。欢迎两位上场。赵志刚，著名尹派小生。尹桂芳大师曾4演红楼剧目，尹派贾宝玉自成一格，但这反而成为赵志刚接演《红楼梦》的最大压力。为了不辱没先师英名，他犹豫再三，直到2001年才推出了交响版《红楼梦》。东园闹市西园里，今日异乡一次醉。方亚芬，著名袁派花旦，她是独一无二的一位演员，既演过林黛玉，又演过贾宝玉。性情豪爽的方亚芬，也许并不是最适合出演林黛玉的人选，但她的林黛玉却有着令人难忘的个人风格。明哥让我待在这寺子里，让马头鸟把我啃起掉。先问问志刚，志刚应该说是尹派的一个领军人物了，但是我们说前面有徐王版本的宝黛在先，赵志刚还敢于挑战自己，非得要演贾宝玉，并且是尹派风格的。志刚实话说，有没有压力？我觉得压力很大的，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徐王老师的电影的影响，还有呢就是尹桂芳老师呢曾经4演贾宝玉。志刚，你看后面这幅剧照，对，这是我们的老师尹桂芳老师。尹桂芳曾多次扮演红楼过世，特别在1962年，尹桂芳带领福建芳华乐剧团回上海演出时的主打剧目就是《红楼梦》，演出轰动一时。但这一次也成为尹桂芳在上海舞台上的红楼绝唱。那一年正是赵志刚出生的年份，他一直期待自己能在舞台上恢复尹派的《红楼梦》。在观众心目中间，对贾宝玉，特别是粤剧中间的女演员扮演的贾宝玉，她有一个定位。那么对我来说，因为我当时我的年龄已经快接近40，就是一个快接近40的一个男人去演一个16岁的一个被观众认可的有女演员演的就是深入人心的这么一个贾宝玉，我的压力是很重的。所以呢，我去了尹桂芳老师家，当时我说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任务，我说领导呢对我特别信任，希望我能够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一个用交响乐伴奏的一个演员版本的这个《红楼梦》，是我和方亚芬演出。但是我说我真的是不敢接这个戏。当时呢，尹老师已经不能说话，他就非常肯定的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还是要接下这个任务。既然领导信任你，就是你必须要去演好它。当时呢，老师也是非常的这种对我的这种鼓励呢，让我就是接下了这个任务。当时老师在病榻上，你询问老师说：“老师，我塑造贾宝玉要注意些什么？”的时候，据说老师只写了一个字。对，我说老师，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从哪里去切入，去演好这个宝玉，我真的是没有底。老师能不能给我一些启示？老师就用左手在我的手心里面纸上写了一个字，情。情，感情的情字。当时陈导就说：“哎呀，他说老师，这个字太重要，就是志刚，你千万要记住，老师写这个情，当然有老师对你的一片希望，一片深情，希望你去很好的去演好宝玉，同时也希望你去演出一个真情的率真的这么一个多情的宝玉。那么真的你必须是用情去体会如何去塑造好这个宝玉的这个人物。当时就是这个感受，实际上我还不是特别的强烈。在我整个塑造宝玉的排练和亚飞一起排整个的这个过程中间，我想我们都感受到了
这段情。同时呢，我记得很清楚，是在尹老师病危住进了华山医院，然后恰恰是我们就是全剧连排的时候，我记得是彩排，那一次的彩排，之前的一个连排，在上海大剧院，那一天的这个金玉良缘，演到金玉良缘的这一刻，就基本上是完全投入的一种状态下，当我揭开薛宝钗的红盖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宝钗。这个时候，黛玉的音乐响起，我脑海中间应该出现是黛玉躺在病榻上的一个身影。但这个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就出现了尹桂芳老师，躺在病榻上的，看着我，面带微笑的一个神态，我一下子情绪就失控了。我事后想，这可能是一个移情，也是老师在保佑我，在告诉我些什么。那一刻，那场戏。我是非常忘情的去演，我几乎是哭着唱完了那场戏。就是我下来以后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面对，因为那一刻大家都知道我的老师尹桂芳就躺在病榻上，而且是正好是病危的一个过程，是非常严重。他答应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影原版的这个《红楼梦》到大剧院，可是他知道他来不了，所以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了一种，就是老师的一种殷切的一种期望，你必须要很好的去演好这个宝玉，很好的去继承影派的一个艺术。恰恰在我们在这个《红楼梦》演出成功、获得成功以后呢，像范瑞娟老师、傅全祥老师等等很多老师，就是第一时间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尹桂芳老师。而当我们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做一个电台直播节目介绍影原版《红楼梦》的时候呢，我在那天早上是3月1号的上午，我去这个做节目的路上，我突然就接到了一个电话，说尹老师离开我们了。在做节目的时候，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办法讲话，因为我知道我一讲我肯定就控制不住自己，都是陈欣怡导演和那个作曲徐坚强老师都是讲了很多。最后有一个观众说，赵志刚你一定要带我们影派的观众问候老师，祝他身体健康，早日恢复健康。那一刻我是控制不住自己，我就放声大哭。后来电台的赵杰就说，那你把这个消息跟大家宣布吧。所以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实际上很多观众已经赶到了医院。所以在整个《红楼梦》的我们的这个排练过程中间，恰恰是也是我最幸福的一刻，但是也是我非常痛苦的一刻，那就是我永远失去了我的恩师。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戏在我的心目中，在我的脑海里是永远一个最深的一个记忆。灵妹妹呀，你定是七夕夜。十分离，乱世滚水艰难行。兄弟，你们听，可能听到林妹妹的哭声，你们可能听到林妹妹的哭声，你们可能听到她的哭声啊！说到方亚芬，胆儿就更大了，是，既演过贾宝玉，又演过林黛玉，又演过林黛玉。因为很多其他的演员演林黛玉的，他是说从第一个角色就要去挑战这个。对你来说，当时已经颇有知名度了，为什么还要下决心去做这样的事儿？我这个人可能演贾宝玉也好，演林黛玉也好，我
我跟自己说我哎呀，胆大包天呐。方雅芬可能是《红楼梦》里面演过角色最多的一个演员。哦，那你说说看。我贾宝玉、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思琪、妙玉、紫娟。紫娟是我们去美国演出的时候，她客串，演完黛玉后面演紫娟。哎呦，我一开始以为陈颖演的够多了，她也演那么多。对呀。实际上我最早的时候也是演的王老师他们就是徐王版的林黛玉，那是86年的时候去法国参加巴黎艺术节的时候，我还在戏校里面，那时候好像我们先安排我排了一个粉稿，王老师王老师那时候还来指导我一下，但是那时候可能王老师对我那时候胖胖的，很结实的，所以说像那个死不了的林黛玉，对。所以说，能够在事隔那么多年以后，我再重新演林黛玉，对这个印象特别深。所以说，以前所不能表现的东西，自己能够达不到的东西，但是在脑海里面一直都没有忘却。所以在重新演林黛玉以后，就王老师以前演的，跟我现在要演的，吴承老师所说的，都一一的都回忆起来。所以对我自己，尽管是压力很大。怕人家说哎呀不像林黛玉，但是我想老师们肯定也是这么认为的，一个观众大家都喜爱的角色，肯定是也是最好能够大家发扬光大，每个流派都能来传唱，都来演绎。所以说我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自己也是非常有一种忐忑不安的。但是我想能够在舞台上面，在自己的演艺道路上面能够更多的塑造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大剧院版的那个贾宝玉，那时候要我演的时候，我也没有多想啊，我就觉得贾宝玉好玩，这个人很率真，因为我凭着我自己以前演林黛玉的时候那个对贾宝玉的那种感情，接受那个贾宝玉，但是我从来也没想过我这个演了以后，人家会不会说，哎呀，方晓芬怎么演贾宝玉演的怎么这个样子，怎么一点不像贾宝玉和怎么。我根本就没想过，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自己能够在艺术舞台上面能够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我曾经演过贾宝玉，而且我演的唱的是就可能别人比你自己演林黛玉还要兴奋。哎，那时候很兴奋呐。很兴奋哇！第一场出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是贾宝玉那种感觉。你看看他其实严格的说，他演贾宝玉，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应该属于反串。哎，但是人家这个方晓芬，人家自己在描述的时候，丝毫没有反串心态。他觉得我一出来，我就是贾宝玉。你看，因为你自己或者同行会说：“哎呀，方晓芬不容易啊，跨行当、跨流派。”但是观众不会这么认同你。对，观众要看的就是活生生的贾宝玉。尽管我演的不是很多，因为我们赵志刚来了以后，我就归位了，又继续演林黛玉了。实际上，从演林黛玉来说，我也是胆大包天。我觉得我自己，因为从我个性来说，跟林黛玉这个人物反差可能
特别的大。但是呢，我们陈欣怡老师说我身上，你不要说你自己没有林黛玉的感觉，我觉得你身上又有薛宝钗，又有林黛玉啊。我后来回去想了这个问题以后啊，你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儿，因为我对这个在舞台上面这种情感的东西，我会特别的多愁善感。平时可能大大咧咧的那种，也不会去在乎很多东西。我觉得我演林黛玉，我非常觉得很幸福，因为从我演林黛玉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贾宝玉对她的那份感情，因为我自己也演过贾宝玉，好，所以说这种感觉好。所以说每次那个赵志刚他在后面说哪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林黛玉的感受。在我演贾宝玉我的台词不能说错，都知道。我都知道，所以说他每句唱、每个台词、每个表情，我都要默默记在心里。雅芬在说的时候，我觉得她现在特淑女哎。你见过她不淑女的时候吗？当然见过了。她没给我们这样，展示来。来咱们刚才他说了，陈欣怡导演说他身上有这个林黛玉气质，他自己有点恍惚。你让雅芬说说，或者志刚你说说，生活当中的方雅芬是个什么样？哎，是不是特林黛玉？肯定不是。我觉得生活中间绝对不是林黛玉，绝对不是。生活中像谁？哈哈。生活中间，我觉得她既有薛宝钗，也有王熙凤。天哪！最毒莫过妇人心呐！不是，不是，我说是她的那种八面玲珑。我觉得雅芬是一个蛮灵的一个演员，很爽气。对，很爽气。而且她有一些男性气质。是的。所以她说自己就是宝玉，我理解的。所以两位前辈艺术家在场，我不知看没看过两位后辈的表演，对于尹派和袁派的宝黛，怎么评价？徐老师您先说啊。他们在演那个《红楼梦》交响乐的时候，在大剧院演的。这个我是大剧院去看的。那天我去看的。看完了感觉怎么样？因为我们那个眼下呢都是女的演那个贾宝玉的，那么现在我们赵志刚那个男的演贾宝玉，那么他的贾宝玉呢都跟两个不太同，因为他人呢比较矮小，是吧？所以演贾宝玉呢，我男演员来演他是最适合的，是吧？因为我们的许王派他是尹达基的一个原派演，但是剧本是一样的，台词也一样的，但个风格不一样，是吧？风格不一样嘛，各人各来塑造了，对吧？那么导演也各人各导演了，是吧？剧本的唱词呢都是一样的。我觉得他们的那个交响乐《红楼梦》，我看了也很有感动，因为我们都是越剧嘛，用那个民谣来弹琴，再加上这个交响乐呢，那么气势比较庞大，是吧？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新的创造嘛。我觉得观众还是蛮喜爱的。那么我觉得赵志康的也这个。那个《红楼梦》，我看到还是蛮有感动的，还是可以的。另一种风格来演《红楼梦》，我觉得赵志刚演那个贾宝玉比较适应的。听了咱们前辈艺术家的这个评价，想说点什么？实际上，虽然我们叫尹元版本的《红楼梦》，但是我想，除了尹桂芳老师和袁雪芬老师的很多的艺术传承以外。因为我记得我们的说明书上有4位，就是艺术顾问，那么还有就是徐玉兰老师和王娟老师。就像刚才徐老师说到的，剧本都是徐静老师的编剧，而且我们的表演中间，不经意间，实际上都会流露出很多。实际上这是在潜移默化当中。对，因为看了太多遍的电影，又就是剧本是完全基本相同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身上实际上无意之中也是有2位老师的很多就是他们传承下来的东西。我跟2位老师都有过合作，我跟徐玉兰老师曾经在就是《磐石湾》这个戏里面有过一次合作。磐石湾这个徐老师不是演男的，是演阿婆，我呢演他的孙子。
老旦和小生啊。就是阿团。当时我跟就是也是我的一个荣幸啊。当时我还在学馆的时候，就挑选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我们的表演艺术家的一个合作，而且粉碎四人帮以后看的第一部戏曲的彩色的电影就是红楼梦。突然发现我心目中间熟悉的那个徐老师，原来是一个那么美的一个美少年的一个形象，当时就是这个印象是非常非常深刻。王文娟老师呢，我是跟他曾经在那个《安堂任务》中间，就是有幸扮演就是王老师的专辑里面，我演这个儿子，王老师演妈妈，所以现在平时有的时候我还叫他嬷，叫他妈妈。妈妈，哎呦，就是这么说，您是王老师的干儿子？戏里是过房儿子，生活中呢？对，真的。来，这喊一声嘛，对不对？老师们实际上把我们都像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的看待，因为像徐老师啊、王老师啊，我在学馆的时候，就是他们几位老师啊，包括还有其他的很多老师，都是我们的，就是当时是被四人帮时期嘛，老师们还不能教艺术，像徐老师就是经常给我们晚上盖被子啊，给我们就是背我们去看病啊，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所以呢，在我们心目中间，这些老师不只是我们艺术上的老师，也是我们在成长中间抚育我们的慈母。所以安堂任务，来，我觉得应该喊一声嘛，对不对？摸想呀，妹妹满嘴，我知道你不理我，困境我就避开。我求你说一句话，从今以后就了开手吧。是吧？说两句，你听不听？唉，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怎么样，今日又怎么样？想当初，妹妹从江南出来呀当，包牛日终日相伴共欢笑。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心爱的东西凭你挑，还怕那丫鬟佛事不知道，我亲自张张紧紧来找了。你啥烦恼我担忧，你啥开眼我心笑，我和你同坐千万同上山，像夜幕疏水的青铜那般。谁知道妹妹人大心大？
是今日瞎着眼睛帮我讲，三朝四前不理我，是抱我是问我怕担烦恼。我有错，你当年是马也好，为什么圆儿鼻子将我抛？你有句说也是，说也好，为什么为人不是把泪掉？是抱我不明不白故里梦。我就是为你死了也是故，去世的归为缘难告。